全国二场杯软式网球锦标赛，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2档，今年再度来举办。台南市议会软式网球代表队由着议长曲丽丽担任总领队，副议长林志典担任副总领队。在和下午，由着议长曲丽丽亲自授旗，预祝台南市议会代表队会用个旗开得胜。议长杯的网球锦标赛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停办了很多年了。那我们这次是睽违2年半以后，终于再度的举办。那我们议会的代表队的选手都非常期待，也非常积极的备战。那常在下班以后留下来集训哦。那加上代表队过往的参战的成绩，真的是非常耀眼。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以球会友应该也能够拿到非常好的成绩。过去网球的迄个成绩咱台南算是都不错，很有优良的传统今年其实咱嘛是很有信心就像丽丽姐讲的其实这个最近这个下午的时候很多这个新进的议员都很勤奋的练习其实议员的实力无遮强我安尼大概看者咱阮安尼真有实力啦，所以应该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不过嘛，要甲你一点清楚点，这个有加基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这样子来勉励一下那个犒赏一下我们这些平常这个辛苦练球的包含我们议员还是这个员工得顶啊，得奖的拢来有安尼奖金爱好无？今年全国地方议会二场杯软式网球锦标赛，由着中华县议会来主办。12、13两天将伫个中华县立建兴网球场来举行。台南市议会代表队由着李启伟担任队长，包括议员甲议会员工同仁，总共29位选手参赛。希望借此以球来会友，互相比拼，希望会用个夺回冠军的宝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